Hello，我係阿蛇，今日帶大家實地體驗 YOHO 系列嘅終極樓王 The YOHO Hub。我哋入嚟參觀下5座中高層 A 室啦。單位實用面積係1094尺。入到客廳，你就會見到一個超大嘅開揚遠景啦。單位有4間房，我哋先睇下第一間嘅套房。轉身嚟到廚房，呢個大廚房用料頂級，空間感十足，幾個人入嚟煮飯都冇問題㗎。廚房入邊仲配備咗一個有獨立廁所嘅工人房，功能係非常之齊全嘅。入到嚟第二間房，同樣都係有無敵嘅景觀。示範單位將第3間房就設計為書房。最後入到嚟主人房。呢個單位採用大單邊佈局啦，全屋無論客廳定係4間房都可以見到元朗呢個震撼美景嘅。而牆上邊呢個景觀的而且確係好稀缺嘅。呢一種一望無際嘅景致即係鐵路站頂上蓋就係買一間少一間。前面就係後海灣、米埔同深圳，無論係日出定日落或者夜晚，呢個景真係冇敵㗎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預約阿蛇睇樓，拜拜。